好看村激晒啊去，米下去赤紅啊去，那更當啊梅里山村，然後來個睇下隻梅里啊哩。呢個就是解放戰爭時期咱地山嘅團結部嘅報社故事，到只年個，到呢只兄弟個，只係而家呢個叫做張水就是咱陣時嘅後裔。盲頂就個老頂那擊曬就北省第三地區，睇，東江第三地位對個擴大會議嘅故事，就導致擊曬只係草開村啊，你們那美屬第三地區，正式是梅里鄉村啊，你那個鄉里啊，就冇一年，就聽個老板年後，我來做記錄。